夜深在客西馬尼，傷痛憂患，我主禱告看血地。是這夜，是這夜，是他在客西馬尼欺詐出賣，我主竟要被賣被囚。父啊，求你把這苦杯拿去，求你叫我不因罪而受死。父啊，求你不依我的意念，惟願你的旨意成就。是困倦，是困倦，是否在客西馬尼不覺昏睡，沒有警醒，沒有預備。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坐喺度，我要去禱告，我要向天父禱告。